你看其取得下半场校车版第3把梁家荣。好了，来现场的小朋友们，好，这个保持他们保持一下愉快的心情，当然需要大家的力量哈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全力吼吼吼吼 ，OK 吗？好，可以哈，开场一下哈，来，全力吼啊，全力吼，梁家荣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全力吼啊，全力吼，梁家荣啊，梁家荣，全力吼吼吼吼，全力吼。好，没关系，所以我